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5年的12月1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2篇，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，28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当刚强。当刚强壮胆，这是圣经当中上帝对约书亚所说的一句话。因为年轻的他即将要接续以色列的伟人摩西担任这个领导者的地位。无独有偶的，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对他的接棒人提摩太说的话，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。虽然这个字句不同，但是鼓励勉励的意思却是相同的。当刚强，特别是在面对无法担当、无法面对的情况的时候，上帝在对我们说当刚强。先知撒迦利亚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这样子的说道：上主万军的统帅给撒迦利亚以下的信息，他说：我渴望帮助耶路撒冷，因为我深深爱惜那里的人民，所以我对他的仇敌发怒。我要返回耶路撒冷，我的圣城，我要住在那里，人要称耶路撒冷为信实之城，尊上主万军统帅的山为圣山。那些上了年纪拄拐杖的男人女人将会坐在城里的广场，街上将在挤满玩耍的男女孩童。现在残存的人民也许会认为这是不可能发生，但对我来说，这不是不可能的。我要从我的子民被掳去的地方把他们拯救出来，从东到西把他们带回来，让他们住在耶路撒冷。他们要做我的子民，我要做他们的上帝，以信实公平治理他们。要坚强，你们现在所听见的话，正是重建圣殿、奠定根基时先知所说过的话。那以前没有人顾得起人或牲畜，在敌人窥视下没有觉得安全，因为我使人互相敌对。但是现在我不像从前那样对待残存的人民，他们将平安地撒种，葡萄树会结出葡萄，土地出产五谷，雨水充足。我要把这些福气赐给残存的人民。犹大和以色列的人民过去外族曾互相诅咒说，愿犹大和以色列所遭遇的灾祸临到你身上。可是我要拯救你们，那时外族人要彼此说，愿你得到犹大和以色列所得到的福气。所以你们要刚强，不要害怕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这样说：你们的祖先惹我发怒的时候，我决意降灾祸给他们。我照计划做了，没有改变主意。但现在我决意赐福给耶路撒冷和犹大的人民，所以你们不要害怕。你们应该注意的是，说话要诚实，排难解纷要公道，要促进和睦，不可蓄意陷害别人，不可作假见证。这些事是我所恨恶的。基督的跟随者、门徒们、使徒们，或是现代的基督徒们，应当如何的刚强自己呢？简单的说，人无法靠自己刚强，但却能够靠主刚强。耶稣基督他医治彼得的岳母，是为了要让他的岳母能够靠主刚强。
也更要借此让彼得能够刚强的继续服侍。两个被邪灵附身的人得到耶稣基督的医治，表示了再烂的情况都能够靠主来刚强，因为耶稣基督的权柄是胜过了偶像崇拜这个猪所代表的权势。马太福音第8章14节到17节、28节到34节这样的记载。耶稣来到了彼得的家，看见他岳母正发高烧，躺在床上。耶稣一摸他的手，他的热就退了，于是就起来接待耶稣。傍晚的时候，有人带了许多被鬼附身的人来见耶稣。耶稣只用一句话就把鬼赶走，又治好了所有的病人。他这样做正应验了先知以赛亚所说的，他背负了我们的软弱，担当了我们的疾病。耶稣到湖对岸的加大拉地区，遇见2个从墓穴出来的人，这2个人被鬼附身，十分凶狠，因此没有人能够赶走这条路。他们见了耶稣，立刻喊着说：上帝的儿子，你为什么来干扰我们？时机未到，你就来折磨我们吗？刚好附近有一大群猪在吃东西，鬼就央求耶稣：求你赶我们出去，就打发到进入猪群里面去吧。耶稣说：去吧。鬼就出来，进入了猪群，整群的猪冲下了山崖，窜入湖中，都淹死了。放猪的人就逃进城去，把这事的始末和被鬼附身的人所遭遇的向大家报告。全城的人都出来看耶稣，他们见到了，就要求他离开他们的地区。诗篇42篇。上帝啊，我渴慕你，像鹿渴慕清凉的溪水。永生的上帝啊，我渴望你，我几时可以到你面前朝拜呢？我日夜哀哭，以眼泪为饮食。仇敌不断地问我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怀念往日时光，无限悲伤涌上心头。当时我跟群众同往上帝的殿宇，带领着欢乐的朝圣者，一路欢呼颂赞上帝。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颂赞他。他是拯救我的上帝，在流亡中我心悲痛，因此我想念上帝。他使忧伤的浪涛淹没我，骚乱如洪水向我怒吼，像黑门山米萨岭的瀑布滚滚冲向约旦河。白天愿上主显示永恒的爱，夜间我要颂赞祈祷赐我生命的上帝。我对保护我的上帝说，你为什么忘了我？我为什么的遭受仇敌的迫害？为什么不断受苦？他们的凌辱把我压碎了。他们不断地问我，你的上帝在哪里？我为什么这样悲伤？我为什么这样沮丧？我要仰望上帝，还要再颂赞他。他是拯救我的上帝。恳求全能的上帝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，使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，无论遇到任何的一个情况，都能够靠主来得胜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